王啟正、洪士緯2度通過了測謊。你要在那個當下去跟他們說你沒有，他們就不會去接你。到閻羅王那裡說我沒有做，你不要有一個證據就判不下去。證人的指認錯誤是冤案成立很大的一個可能性。華視台語新聞雜誌生活清白的系列報道，今仔日來看這件卡到司法22年，總算得到平反的冤案。2004年，屏東縣發生一件青少年相拍事件，有一個少年家在混亂當中，予人拍死。案發8個月了後，一個民眾叫做劉正富，被指認是兇手。當時，這位在台塑上班的員工劉正富，雖然有提出到無在場的證明，但是法官最後是採用證人的證詞，用傷害致死罪，把劉正富判9年。2013年，劉正富透過台灣冤獄平反協會援助，一直到2026年的3月初5，總算被判無罪確定。華視新聞雜誌在2014年有報道劉正富的故事，咱就透過鏡頭來看劉正富一路行來的平反之路。2004年8月20日早起，2個青少年吃醋，兩老人在屏東縣萬金營區頭前談判，爆發着衝突。在混亂中，村長的後生姓幫位男子被拍個重傷，救不回來。那就是因為有造成人死亡之後，這件事情就越吵越大。那開始要去找說，那到底20幾位是誰？是有哪些人？警方在案發現場查到查扣甲鐵枝仔，被拍青少年講，帶頭動手的有姓周甲姓黃的少年仔，也有唔知名的男子有過來的。在案發8個月後，又有一個人被指認做兇手，伊是當時33歲台塑工廠的員工劉正富。警方要求伊交案說明，因為口罩攏無掃掃，因為當時因人在50公里外的高雄。20號的早晨我才離開那個地方，因為我剛好隔天也要上班，所以他還在睡覺，因為他隔天8點要上班，所以我當時走的時候他不知道。還在睡。對。劉正富是高雄真武鄉台塑工廠的化學操作員，平常時住員工宿舍。因某也是當時的女朋友戴美鳳回憶。8月19日深夜，劉正富帶伊回去宿舍困，會當證明案發當時無佇現場。劉正富認為警方應該是無唔對去，也毋過沙拉個發展對伊非常的不利。員警叫伊翕相提供予證人指認，所來有7個在場的青少年，攏指證劉正富就是帶頭拍死人的兇手。劉正富會很生氣嗎？我們當然很生氣啊！明明被冤枉進去，然後陷入在這個案子的裡面，一頭霧水。專案無檢回不證，也無指紋甲 DNA， 憑7個證人的口供，法院落尾認定劉正富有甲人相拍。一審以傷害致死罪判20冬的徒刑，劉正富上訴，2審改判10冬，3審落尾判9年的有期徒刑確定。2013年7月，劉正富告別母囝，急加服刑。這件青少年相拍案件，太牽連到33歲的劉正富咧。指證者敢真正有看到伊拍死人。10冬後，原告回來現場走找線索，來到萬巒鄉萬金營區頭前100公尺所在，是當時發生衝突的地點。有證人講，伊背佇水溝仔，抬頭看到劉正富舉棍仔咧講被害人，也毋過實際稱量，水溝仔超3公尺深，烏天暗地敢看清。他們就是在這個下面。那麼深水溝裡面，他說指證人都躲在這裡面，然後看到我正父劉正富都在上面。那請問，那麼高可以看到上面在打架嗎？超過這個高度哦，在我所上面的高度。這樣子的話，你在下面看得到現場有什麼事情發生嗎？是下雨，下着蒙蒙雨，又那麼天都沒有路燈，為什麼他們可以看到人，而且是什麼人可以看得很清楚？劉正富是屏東縣台武鄉平和村人，
也是案件內底兩個青少年的阿姑。被害人那邊的人真憤慨，是講敢有可能是伊無端去互牽連。當時7個證人攏講有看到伊拍人，也毋過佇影像細膩的證人捌透露，會指認老政府是聽人講的，連聽過都沒聽過，聽過都沒聽過，完全不認識也沒聽過。律師團更加認為，警方佇指證聽書有重大失誤，完全違反警政署所發布的指認犯罪嫌疑人聽書要領。不可以一對一指認，你不可以拿一張相片就問他說：“你看這個人是不是殺人的人？”不可以這樣做。正常的做要叫5、6個人排隊排起來，5、6個人裡面可能有一個是犯罪嫌疑的人要在裡面，指認的人自己要把犯罪嫌疑人的特徵講出來，這是第二個動作。第三，警察必須告訴要指認的人說：“我跟你講哦，等一下你看到的這5、6個人裡面哈，裡面可能不一定會有犯罪的人在裡面哦，可能不一定會有，你不要一定都認為說一定要把它全部指出來。”當年警方提老政府的相片叫證人指認，佮叫因隨寫佇中管登記文，佇法學這邊這是指認有誤。他沒有叫可能是犯罪的人排成一列啊，他就把劉正富的照片這麼大剌剌的放在可能是被害人朋友的面前，好說，你看是不是這個？是不是這個？接續蓋，你有可能就是一個證人就影響到後面一個證人的心證的認為說，到底現場是不是他？那當然更別其實我們是認為，可能在去作證之前，都已經談好到底要指認出誰等等的，也不無這可能。律師團講，當年承辦案件的變動官內部分局，也有真濟項重大缺失。譬如講，老政府捌提供案發當天佇宿舍對面的超商買物件發票，疏忽員警拍不起。沒有，我交出去了，但是後來在審的時候，他警察把那一張發票弄丟了，後來也沒有，法官也沒有說那一張怎麼辦。對那個警察是遺失這麼重要對我們的證據，也沒有去強調有什麼交代。警察拿到發票，警察當下的第一個時間，不就應該去追查，去統一超商，不就應該去調資料嗎？為什麼警察都不做呢？警察是不是打從心底就認為人就是你殺的啊？檢察官也捌要求追查相關當事人的通聯記錄，驗過警方唔知是無去，也是藏起來。上下面是所有的證據，當時員警攏無採驗。血跡到底是誰留的？他一定是包克祥留的嗎？不一定嘛。那他可能這個血跡，如果現場立刻去驗 DNA 驗血型，是不是有可能找出相關的一些指向其他人有在場的人的一些證據？每一個人在下一秒鐘都有可能成為刑事被告，你、我、他都一樣。這樣的指認程序是要撤銷的，這樣的判決是違法的，這個判決判下去對被告是不利的，要發回重審。被證明老政府的清兵，10年來地位紅布仔囝世界走總，招門轟炸過來的證人，想要找出當年的真相。因為我先生一個字都沒有跟我提，因為我完全這個就是這個案件的麻煩點所在啊，當初所有人都不講，會害怕，都會害怕，因為想到法律都會怕，所以他所有當初未成年這幾個人，只要問到這個問題，大家都不講話。正父呢，給人家的印象就是說他是乖乖牌，他是乖孩子，然後一個玩樂器的，然後一個喜歡玩那個照相機的一個孩子哈，跟打架什麼這些應該是比較無關的，倒是對美的東西會比較敏銳。一天，伊帶查某囝來到屏東感覺探望老政府，算算咧，伊已經佇內底踮1年過8天。有仔囝甘淚佇厝內過父親節。老公加油！今天去跟你見面，我看到你有樂觀的一面，但是你的內心受滿了委屈，我都知道。我沒有辦法幫助你，但是我會一直陪你走到
結束的那一天。你要有信心，你要對我們有信心，對神更有信心。我爸加油，然後我很愛你，我非常感謝有你，然後我會繼續為你平反，然後我會照顧自己，我已經長大了。在感覺的外口，無一個房勢，不甘甲思念，攏敢來當藏在心內。雖然愛過真久才會放放出來，不過無要緊，想要甲老政府講，化冤枉的路有信用陪伴，因會繼續行，堅持等到無罪判決的迄一天。被判無罪，劉正富穿着自由人的上衣步出法院，和親友擊掌擁抱，流下男兒淚。聲援的幫助我，謝謝大家，感謝法官能夠判定我無罪。我願意陪他走到今天，就是因為我知道他是清白的。